我们看这一章好不好？今天这个最好的日子，应该要把法来分享。各位，我这一次跟我们的信众分享一下，就是你如果不修行，无以度自己呀，没办法度自己；你不说法，无以度众生，没办法去度化众生；你不念佛，无以了生死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法讲出来，让大家分享，大家能增长智慧。我们呢，都是认为自己想的就是对的，这是错的。我们呢，一定要听佛所开示的道理，一定要闻经说法，这样子对你自己才有利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章。多欲者心常不满了，你的欲望太多、太强烈，欲望太复杂了，不单纯。我们呢，所有对外在追求的心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所以欲望太强、欲望太刚猛的人，心呢会常不满，永远都不满足了。为什么？不可能世间每一个人都顺从你的愿嘛，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符合你的期待嘛，不可能啊，那你心就会不满啊。我想要这样，我要达到这个标准，我要达到这个门槛，但是你做不到啊，所以你心常不满，一不满就会遭灾呀，招来很多的灾难啊，不幸的事情就跟随而来啦。因为你心里不平静，各位知道吗？心要静，龙天护法才护佑着你。如果你心上下起伏，烦恼不断，满心的欲望就是一种污浊嘛，肮脏嘛，把你的灵性污染的。所以如果你心态上不干净的话，就会招来很多的灾难啊。知足者欢喜常随，如果你能够知道满足够了，什么都心存感恩，每样事情我都很满足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欢喜跟大家在一起生活。各位，知足的人，善神啊，就随着你的欢喜心，就在旁边护佑着你。一旦欢喜，就纳祥啊，接纳这一切吉祥如意啊，一切的无灾无难啊。这是自古以来，不但是诸佛菩萨警戒告诉我们大家，所有的祖师大德也一再提醒我们，所有一切护法善神也都是这样修持的，最后人家成就成了很好的果位啊。吉祥的事情自然在你的身上源源不断的就会产生。所以各位，很重要的道理来跟各位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